江門嗰度經深中通道翻深圳。咁啊，而家我就用緊呢個定速巡航啦，跟住條前車啦，自動跟住前車。咁啊，佢都係保持呢個條車道嘅咁樣樣。軚佢自己微調噶啦會，不過當然啦，你一定要雙手控制狀態啦。咁啊，睇下夜景點樣樣先，深中通道嘅夜景係啦，兩個橋墩都發咗光噶啦嗰度，我睇到啦。咁而家我哋正式咧就上深中通道啦。其實都已經係自動轉彎㗎啦，自動轉彎㗎。係啊，自動轉彎㗎，因為佢 detect 到條車道啊嘛。係咪？佢睇到個顯示嗰度綠色咧，即係佢 detect 到條車道咁樣，自動轉彎。哇！夜晚嘅深中通道就係咁樣。咁當然啦，我哋都要時時刻刻。即係保持警覺啦，佢嗰個自動駕駛都係其實都要你隨時要接手㗎，係啊。